这位是楼兰远道而来的王女殿下，她想与我们宫学女弟子切磋一下汉学。待会儿我们大家可要全力以赴，切不可怠慢了贵客。喂，为了公平起见，这切磋不妨有来有去。王女可出一题，若我们答不出来，便算我们输了。同样，我们出一题，若王女答不出来，便算王女输了。不知王女意下如何？客随主便，我听寇女妇安排。那好，阿岑，寇女妇，你过来与王女。等等，寇女妇，你刚才说如果要切磋，就必须要公平，是也不是？那是自然。那好，敢问阿岑姑娘，令尊就任何职？身上可有封号？家父是2000担御史大夫，但小女子并无朝廷封号。那就没办法了。刚才寇女妇不想以大欺小来跟我比试，那我现在也不愿意以尊欺卑跟阿岑姑娘比试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王女啊。那王女的意思是？听说宫中有一位北乡公主，是不是？她是王女，我也是王女，这才叫做棋逢对手呢。怎么？莫非北乡公主不肯应战？比就比，难道我怕你不成？请问王女要比什么内容？那我们就从《诗经》开始吧。我想请教公主，何谓长弟之华？长弟之华指的是兄弟齐心，唯有同心抗御外辱，家族才得以安康。正如贵姐弟，唯有齐心协力，楼兰才得长治久安。好才华。那我也想请教王女，两宵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诸侯朝见周天子的尊崇和盼望。不过现在早已不是周天子的圣明之时，难怪边塞那么多城邦都不再向大汉称臣了呢。那王女的意思是，楼兰不愿向大汉称臣，那此次派使节前来，又是何意呢？楼兰毕竟也是一方重地，哪有随意称臣之理？不过，如果大汉的威仪确实让我等心悦诚服，我楼兰倒不是不可以与大汉结下兄弟之义。那请问，大汉如何做，楼兰才会心悦诚服呢？至少要上我这个王女证明，你们大汉的人比我们楼兰强啊！刚才咱们只是打了一个平手，现在接着来。王女，怎么了，寇女妇？你该不会以为我只和北乡公主比了一回就能见出真章了吧？不用说了，你想比，我奉陪。你们刚才双方都已经各出过一题，若要再比，无论哪一方出题都会有失公平。其实只是切磋而已，又何必一定要分出一个胜负呢？寇女妇，你怕了吧？你放心，这次我们就比一个绝对公平的，比如，就比宋贝吧。楼兰王女正拉着北乡公主比试呢，这下可完蛋了。刘晏可从头到尾没认真读过几天书啊。这是什么？《左传》，曹刿论战。公主，咱们就比谁能把这背得更熟，好不好？公主请。10年春，其师伐我，攻江战。曹刿请见，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见焉？”刿曰：“刿曰，怎么，背不下去了？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，乃入见。问何以战？”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变，民服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。可以一战，战则请从。”
寇女父、班女父，连你们本朝的典籍，你们的公主都背得没有我熟，大汉又怎么能跟我们楼兰比强呢？王女是有备而来，自然不同凡响。其实我公学弟子也有闲于背诵者，王女若是想，现在就可以请他过来。哟，输了还不认账，大汉难道想车轮战不成？王女，你这么说话可是有点过分了。到底哪里过了呢？寇女父明明就是输了不认账，难道洛阳第一贤女就这么无赖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们大汉的人都爱撑场面。请王女慎言。这场切磋的确是我们大汉落了下风，不过宫里有女弟子，也有男弟子，才比了一场，王女如何能如此武断？在下不才，愿代表宫学男弟子与楼兰王子一试高低。你是何人？凭什么要跟我弟弟比试啊？我叫寇风，是寇女父的弟弟。王女殿下，听说你们楼兰是最讲公平的，你侮辱我长姐，我这做弟弟的当然自不量力，向贵弟挑战一下了。怎么，王女殿下不愿意啊？你们楼兰城不会是男不如女的风气吧？啊？胡说八道！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楼兰男人的厉害。那么我们比试什么呢？我们刚才比文，一会儿就来比武吧。听说大汉跟楼兰一样重视骑射之术，要不一会儿我们就比剑术好了。好。全中红圈！再加10步。又是红圈！如此，就是我们打成平手了。刚才比文北乡公主输了，这次比武虽然打成平手，但按总局来算的话，还是你们大汉不如我们楼兰。那我们一直射下去，直到分出胜负为止。武王帝今年还不满16岁，寇公子怕是已经过了弱冠之年了吧？就算分出胜负的话，也只是以大欺小呢。其实输赢之事也没有那么重要的，柯女父，只要你说一声大汉不如楼兰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谁说我们输了？姐，我用一下你的手绢。如果我蒙着眼睛跟楼兰王子再比一场，那就不算以大欺小了吧？好啊，如果你蒙着眼睛射中红心的话，那就算你赢好了。哇，中了中了，正中红心！王女，
刚刚您赢了文，我赢了武，现在算是平手了吧？我们长途跋涉，鞍马疲劳，输了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什么王女，还精通汉学呢，竟是个不认账的小丫头！你说谁是小丫头啊？寇女妇，这场比赛太简单了，不能算数。过几天太后不是要在嘉德殿设宴宴请我们吗？不如这样吧，到时候我们大汉楼兰各派出3人重新比试一次。这一次不限男女，既可比试文才，也可相较武学。3场之后，如果你们大汉胜了，那我们就甘愿臣属；如果我们楼兰胜了，那你们就给我们3000匹骏马、2000斤黄金，如何？比就比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王女，放心吧，这一回大汉一定能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既然皇上都开了金口，那我跟我弟弟2人就静候几日后的大比了。阿峰，干得好！师姐，你干嘛要请假呀？你是没看到那个楼兰王女有多嚣张？你说这皇上也真是的，这么贸然就答应他们比试了。哎呀，万一要输了，岂不成国家大事了吗？不是还有2天吗？我这几天忙着收拾院子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过2天就要成亲了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过来一下。你要成亲了？跟谁啊？当然是霍恒了，还会有谁？那你也不能这么理所当然就告诉我你要成亲了吧？还什么叫你要有空就过来一下？姑娘，有客人找您。谁啊？是轩姑娘。阿叔，阿轩姐，这阵子宫学太忙了，我也没空去看你。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阿叔，我已经不太需要阿英的照顾了。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其实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难怪这些天阿英不管是行事还是语气上，都跟以前大有不同，有时候还会走神。也难怪她的心在你身上，人自然也会变了。阿轩姐，不是我们有意瞒着你，其实我和魏婴早就分手了。你们俩不应该分手的，是我糊涂。3年了，以前的人和事，怎么还会不变呢？我走了这么多年，他早就应该寻找自己的幸福了。阿轩姐，你别说了，其实魏婴，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，是我死缠烂打，他熬不过，才答应试着跟我在一起的。真的，你在内旭堂种的萱草，他每天都去看的。阿叔，你别慌，我让你们不要分手，并不是我的气话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其实，这些天我和阿英相处下来，我隐约觉得，我跟她之间已经只剩兄妹之情，而无情爱之意了。我到现在，都还是记不清自己以前的事情。可是我总觉得，在我待在漠南部这3年里面，一定遇到了让自己牵挂的人，而这个人，直到现在，都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。阿叔，我能断定，我现在已经不爱阿英了。过去这几天是我霸着她，是我不对。今天，我把她还给你。阿轩姐，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千万不要因为我就……阿轩姐，快跑！莫愁，咱们走。救命！救命！你放手！是我呀，莫愁。你谁啊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我是南大王啊。
这里是大汉，你们逃得出去吗？不许伤害夫人，快带着她先走。赶紧放了他，再不放开他，我就杀了你们大王！还不带着夫人先走？不用管我，他们不敢对我动手的。我只数3声，3声到后，你们再不放，我就立马杀了他。1、2、3。等等，阿英，别杀他，别杀他！我认识你，是你把我从漠北部人的手里救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当然是我，莫愁。你只是发病了，不记得我了。我是你的夫主，南大王啊！南大王，南大王，来人，快把小王子带来！是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走开！走开！宝宝乖，宝宝真乖啊，宝宝。阿英。你要做什么？石头，小石头，小石头！还不快放开夫人！小石头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你瞧瞧，她身上好好的，一点刺青都没有。我没让母亲给她刺青。来，我抱抱。南大王，你疯了吗？王庭离洛阳几千里，孩子还那么小，你带他来干嘛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错了。当时你又不声不响的被他们这些人带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生了我的气，还是被他们蒙骗了。后来想想，我才知道你应该是发病了，除了把孩子带过来，恐怕没有别的办法。阿轩，你想清楚了，好好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叫他阿轩？莫愁，这个魏婴，到底是不是你以前的情郎？你到底是不是为了跟他私奔，才跑回大汉的？你有本事再说一次！莫愁，今有公学弟子寇封，勤能忠勇，扬我大汉国威，特赐黄金50斤。
你看，这虽然是个小彩头，但毕竟是皇上和太后娘娘赐给咱们的东西，这叫面子。阿峰啊，你做得不错，这回总算把咱们寇家的面子给捡回来了。爹，爹，难道您仍旧认为女儿退婚之事是寇家之耻吗？哎，女儿啊，我可没这个意思啊，只是这邻里们的议论的确是太难听了。兰芝啊，我听说你和大将军最近走得很近嘛，要不你再努力？我要如何努力？是依旧像以前一样死皮赖脸的去求他，还是索性去色诱他？爹，这种话以后你就不用说了，寇家的面子自然由我撑起来。姐，以后啊，你想嫁谁就嫁谁，不想嫁我养你一辈子。阿峰，阿姐没有白疼你。爹，兰芝身子不适，先回去休息了。哎呀，好好好好。哎，阿峰啊，你就跟你姐说一声，爹真的没那个意思，让她千万别误会了。爹，你什么时候想事情先考虑我们姐弟，而不是考虑到寇家的名声，我们就不会误会您了。你们看好王子，如果他来找我，就说我去做客了；如果班叔和寇兰芝来找我，就说我生病了。听到了没有？嗯，知道了。回去吧。原来这就是洛阳。老板，哎，这个多少钱啊？盛会50钱。帮我包起来。哟，哎，好嘞。哎，给你客官。不用找了。哎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哎，哎，喂，喂，站住！你没给我钱啊？干嘛？你没给钱。我怎么没给你钱啊？你这不明抢吗？我刚刚明明给你钱了，还给我！怎么回事？你没给钱，我怎么给你啊？我都给你钱了。你说谁偷东西啊？你不要诬赖人啊！你这还不叫偷东西啊？哎，大伙看看啊，就这几个破贝壳，他就想拿走我一个银钗，这不是抢是什么呀？这不是破贝壳，他能买好多东西呢，都可以买1匹马了。得了吧，你当我们傻呀？就这还能买匹马啊？赶紧把钗还给我，要不然我抓你去见官。不给，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赶紧还给我！不识货。这个钗子多少钱？我替这位姑娘付了。是你？盛会50钱。给。这位姑娘不是有意拿你们的东西，她来自偏远塞外，他们那边贝壳很罕见，所以拿贝壳当钱使用，就像我们中原有些时候拿布帛当钱使用一样。哈，这么回事啊？那行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啊，误会。大家伙都散了吧？啊，散了，散了。谢谢你了。这些人真是的，我堂堂一个王女，怎么可能抢他们的东西呢？不识货的是你们楼兰人，这些贝壳早就不值钱了，就你们把它们当成宝贝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忙我都帮完了，王女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我想，那个，你还有没有钱啊？就这些。谢谢你了，钱我以后会还给你的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还真像打发叫花子，就你这种盛气凌人的样子，还跟我姐姐比？哼！都怨我，要是我早点想起来的话，你跟阿英之间就不会有那么深的误会了。我也真是的，这些天阿英在我面前成天魂不守舍，那么伤心，
我居然都没有想到，你们两个早就已经情投意合了。不过也是，若不是有白头之约，又怎么会为了救对方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？幸好你的学生跑来告诉我，然后南大王又机缘巧合来找我，要不然的话，就真的铸成大错了。学生？对啊，就是寇兰芝的弟弟寇峰，他专门跑过来告诉我这些。这小子，都不知道该骂他还是该谢他。当然要谢他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到现在还昏头昏脑的呢。其实我和南大王早在2年前就已经情投意合，结为夫妇了。啊？难道他不是把你抢到漠南部去做女奴了吗？我可从来没有一天把莫愁当做女奴。把我当做女奴的，并不是他。那个时候，班大哥的箭其实并没有射死我，几个漠北部的人便趁乱把我从火柱上解了下来，然后就对我百般折辱。后来是他救了我因为自己的过去太过于不堪，便向他隐瞒了一切，只是告诉他我的名字叫莫愁。这些年，多谢他从来不计较我的一切，疼我爱我，硬是不顾所有人都质疑我的来历和身份，娶我做了夫人。南大王，其实我的名字叫刘轩，在汉话中，轩也就是莫愁无忧的意思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又何必那么在意？不过，阿轩这个名字太柔弱了，没有莫愁好听。我也并不想骗你，只是在漠北部的那几个月对我来说，刺激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我的这个病也犯过了好几次。直到你带着我回到了漠南，我才渐渐想起我在大汉的事情，所以才想回洛阳来探亲。所以你托我带那封信，其实不是让我去救你的，我只是想报个平安而已。偏偏那封信没有能够完整的送到你们手中，反而让你们误以为我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偏偏南大王的母亲又不喜欢我，所以当阿英来救我的时候，这个笨蛋才会误以为我要跟他远走高飞。你当真不是要跟他旧情复燃？你说够了没有？阿英是我的旧情郎没有错，可是你敢说你在娶我之前就没有宠幸过其他女人吗？我当然相信你，只是他为了你千里迢迢跑到王庭来。这些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。现在阿英是我未来的表妹夫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可要对她客客气气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抱着我的小石头就留在大汉不走了。莫愁，我为了找你，好不容易混进了楼兰使团的队伍中，奔波好几千里，你还对我说那样无情的话。那要不然我还说什么？南大王，当初我那么要求你不要杀阿英，你都一定要杀她。你可否想过，如果她真的死了，我会有多伤心吗？如果你不是同意太王妃把我们的孩子抢走，我会没有办法才跟他们回到大汉吗？小石头才那么小，太王妃就要拿那么长的针去戳他。南大王，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母亲是看你太柔弱了，没法把孩子培养成将来的大英雄，她是在帮你的忙啊。每个草原男孩将来都要刺青的。那你自己回漠南去吧，孩子是我生的，谁都带不走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是我的错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去，我什么事情都依你。真的？嗯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伤了我最重要的亲人，还把别人家里搞得那么乱，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韦英，你肯单枪匹马来救我的夫人，我敬你是个英雄。往日误会，还望一笔勾销。南大王言重了，我现在只当阿轩是亲妹妹，还望你以后敬她爱她，不要委屈她做任何事情。一定。阿叔，你是个女英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表姐的。日后，你也要多来瞧瞧她。一定。不过大王好不容易来一趟洛阳，为什么不多待几天呢？您既然能找到我家来，不会不知道我大哥就是班勇吧？反正漠南部早晚要和大汉商议结盟的事情，
难道现在不就是个最好的时机吗？哦，对了，您恐怕还不知道，阿轩姐还是我们大汉清风的抚远公主吧？小石头的身上可是同时流着漠南部和大汉最尊贵的血液呢。站住！站住！抓住他！别跑！寇风，快救我！他不要抓我！光天化日，你们敢欺负民女？狗屁的民女！我们哥几个好生生的在楼里边听曲子，嘿，他跑回来就跳舞。我们哥几个瞧她生得漂亮，就给了钱。他倒好，拿了钱不陪酒，还砸了我们的酒席，泼了我们一身酒。谁说要陪酒了？我自己跳我的舞，关你们几个大混蛋什么事啊？嘿，这小娘们儿，谁敢动手？叶和，就凭你们几个小豆丁子，也敢跟我们叫板？兄弟们，干什么？你们，哎，要不然咱先别趟这浑水了，先跑，再叫金兆尹来救他。反正这丫头老跟我们过不去。喂，不行，我们不喜欢她是私事，但她是楼兰王女，如果她出了什么事儿，那是国家大事，我们必须保护她。阿峰，这位大哥，这位姑娘是我的表妹，第一次来京城，难免有些不懂的事儿，所以得罪了大家。这样吧，我这儿有块玉佩，价值50斤，如果你愿意，就带回去好了。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们兄弟3人也不是好惹的。如果真打起来，招来官府的人，恐怕难脱身的就是你们了。行。既然你们那么有眼色，我们呢，也不难为人。走吧，走了，兄弟们。哎，喂，你怎么这么胆小啊？为什么不跟他们打架，把事情闹大了才好呢？等你们京兆尹的人来了，正好向你们太后娘娘禀报，看看你们这些大汉的百姓，还是礼仪之邦呢。好啊，京兆尹衙门就在前面。王女殿下想告就去告好了，正好也叫全大汉的人都知道，堂堂一个王女居然不知检点。来大汉做使节也不好好的待在四夷馆，一会儿到处吵嚷，一会儿又跑到酒楼去，好端端的给男人跳舞，还精通汉学呢，简直不要脸！你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怎么了？你读了那么多汉书，德言容功，你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你们楼兰的姑娘动不动就跟陌生男人喝酒吗？你别哭啊！啊，你别哭，你别哭啊！哎呀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啊，阿峰，我和李勇还有点事儿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对，你在这里慢慢陪他。先走了。你们，哎呀，你别哭了，你别哭。这样吧，你不哭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要那边的蛐蛐儿。好，我去帮你买啊。在我们楼兰，只要有人唱歌，大家一高兴就会上去跳舞的。但你不能拿别人的钱呀！你拿了别人的钱，别人肯定以为你是个舞女。我没拿别人的钱，我怎么知道这个也叫钱啊？你给我的钱是圆圆的，中间是个空的方方的铜片啊。这是蟒币，你不认得也算碰巧了。蟒币。王女殿下，我们大汉地大物博，你别以为读过几年的汉书就觉得你们楼兰比我们大汉还行了啊。行不行？我们比过之后才知道吧。再说了，你要是这么强的话，你干嘛不自己来啊？我上就上呗，我还怕输吗？其实说起来吧，你这个人武功不错，而且还能行侠仗义，也算挺好的了。不过你那个同窗不怎么样，他刚才还说要丢下本王女逃跑，看我过2天见了太后，我一定要让他为我做主。你敢跟太后娘娘说这个事儿，我就把酒楼的事情说出去。你敢？你敢，我就敢。寇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帮我一个忙，我就不去跟太后告状了。什么忙？你做我1天的向导，带我逛洛阳城。王女殿下读了这么多的汉书，还需要我来做向导？那当然了，读书跟实务又不一样。再说，我这还是第一次来洛阳城呢。以前我读班固的《东都赋》，
里面就有说皇城之内宫室光明，阙庭神丽，奢不可逾，俭不能耻。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呢。只是我好不容易偷偷溜出来，每次都闹误会。可风，你就帮我一次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2碗豆花。好嘞。来，请慢用。这真的是用豆子做的呀？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好吃吧？好吃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别拍那么重啊！哦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就是喝的有点急了。哎，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好啊，但是我还没玩够呢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向公学请2天假陪我玩好不好？啊？好不好啊？好。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？天气太闷，我出来走走，透一会儿气。哦，那你在看什么呢？什么都没看，就发发呆不可以啊？哼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姑奶奶，我今天又没惹着你，别每句话都带刺儿的好不好？不怪你。是我自己不争气。哪儿不争气了？说来听听。今儿寇风在公学比试上，不是还给你争了很大的面子吗？说吧，跟我就别装了。我就是觉得今天自己挺没用的。是，阿峰给我争了面子，要不是他，公学的脸都被我给丢光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个楼兰王女是冲着我来的，班叔也是因为信任我，才把应对的事情交到我手上。都怪我一时失察，最后安排失误，反而被那个小姑娘占了先机。我还什么京城第一才女，真是徒有虚名。我可从来没觉得你是什么才女。你要是才女，你把曹大姑往哪放啊？哟呵，生气了？啊，就许你说你自己，不许别人说你。你呀，早就不应该在乎这些虚名，多累啊！你看，别人还称我为大汉第一勇士呢，可还不是冲着我有大将军这个头衔？可实际上呢，我连魏婴都打不过，跟霍恒比也够呛，啊！那至于霍恒，你说被姚娟修理成什么样子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说的对，其实我早就不应该这么强撑着了。别人要笑话就笑话吧，反正我仓促离京所托非人，又立刻和离的事早就传遍洛阳了，还不如老老实实的承认，自己早就不是当初内学堂那个傲视天下的寇兰芝了。认命算了。其实你这个样子吧，挺招人疼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俩还是在一起算了。反正你也没人要啊，我也没找别人。当年退婚的事，太后也没提。什么叫我没人要？班叔没瞧上你，选了魏婴，你才没人要呢。你别这么在意这句话好不好？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哎，你也不想想，你要是当了邓夫人，
谁还敢对你说三道四啊？以前那些糟心事儿全都一笔勾销。哎，你别瞪着我呀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男人娶你啊？要不是我看你可怜的话，我……谁让你可怜？谁让你施恩了？别以为你把我从阳谷接回京城，我就要对你感恩戴德的。你放心，邓夫人的位置我以前不想要，现在也不想要。哎，我说你别老那么敏感行不行啊？我说这些话你虽然不爱听，可那都是大实话。放眼全大汉，还有比我更合适你的人吗？我就不相信你这么长时间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要不然你每天对我横眉冷目的干嘛？邓志，班叔有没有告诉你，他这次在那边见到了月姐，他过得非常开心，而且一点都不挂记。你这个人是不错，可就是凡事太以自我为中心了。